Hello，大家好。今期嘅話咧，同樣咧都係同大家分享一集關於大亞灣嘅夜景航拍嘅。最主要係俾大家睇一睇大亞灣係咪大家或者係好多我哋香港人所講嘅鬼城啦。同樣啦，阿紅記得舊年都係有飛咗一次航拍夜景嘅俾大家睇到嘅。參照於舊年嘅入住率，可能今年嘅入住率又有升咗好多啦。咁同樣啦，一開始嘅視頻呢，就係呢個龍崗城呢一邊嘅龍崗城呢個社區，相信有多數嘅觀眾朋友都會了解過啦。佢係屬於一線臨心嘅一個超大型社區嚇。成個樓盤呢就分為北區同埋南區嘅。鏡頭見到而家紅飛嘅航拍呢一邊呢，就屬於北區嘅。北區嘅入住率，大家從呢個視頻上面會見到，差唔多接近去到7成到8成左右㗎啦，係非常之高嘅一個入住率。所以咧，大家好多人話聽人哋講大亞灣係鬼城。咁從呢一啲航拍夜景可以見得到啦，成個大亞灣而家特別係臨心嘅呢一啲位置啊，佢嘅入住率非常之高嘅，兼且成個呢一個大亞灣又好，惠陽都好，多數住嘅人都係以深圳或者係本地多少嘅人會住呢一邊嘅，所以嘅話咧，大家已經唔需要話喺似以前咁樣話大亞灣係一個鬼城啦，冇人入住啦等等之類嘅。OK，鏡頭嚟到嘅呢一邊屬於呢個龍崗城嘅南區嘅呢一邊啦。南區嘅話咧，更加早之前賣嘅，佢嘅產品係比較多嘅，公寓、住宅、別墅、酒店都有，所以嘅話咧，佢嘅呢一個每一期嘅入住範圍係唔一樣嘅。遠啲嘅我哋見到嘅入住範圍咧，去到7、8成；近嘅啲呢啲嘅話咧，可能有多少公寓樓咧，反而入住就冇咁高。包括南區嘅呢一個別墅啦，反而咧就冇北區嗰邊嘅入住咁高。大概去到4、5成咁上下啦，個別墅呢一邊然之後嘅話咧，同樣講到嘅遠嘅嗰邊嘅入住率咧就比較高噶啦。嗰期嘅話咧，去到差唔多講緊7、8成啦，個入住率非常之高嘅一個入住範圍。作為一線臨心嘅一個超大型社區嚟講，鏡頭見到嘅呢一邊過去就屬於係深圳坪山嘅嗰邊噶啦。坪山主要都係以產業園為主啦，多數大家落班就會翻到呢邊住嘅。同樣大家都見到樓下嘅呢一條龍海三路，阿紅拍呢個夜景嘅時候喺龍崗城，大概就係去到6點半到7點咁上下，因為而家呢實際係冬天啦，夜長日短就比較早天黑嘅，所以嚟到呢個6點幾鐘，其實都仲有少部分嘅深圳人仲未翻到嚟呢邊，所以呢就稍微見唔到話更加高嘅入住率。其實如果係去到7點幾到8點鐘嘅話呢，應該龍崗城嘅入住率就會更加高噶啦。OK，同樣啦，龍崗城呢，佢係以呢條龍海三路分為呢一個南區同埋北區嘅，成條龍海三路都係燈火通明啦，車龍麻水咁樣啦。鏡頭見到嘅，其實而家落班時間都有部分從深圳翻嚟嗰邊係塞車噶啦，所以講緊深圳而家係真係非常之多人係選擇咗惠州呢一邊嘅，因為樓價平啦，啲嘢又越嚟越多啦，交通又越嚟越方便啦，所以大家都會揀翻呢一邊啦。OK，睇完龍崗城嘅呢一邊嘅航拍嘅話呢，阿紅呢就即將帶大家準備去到一線臨心德州城嘅呢一邊啦。咁嚟到德州城嘅呢一邊，大家鏡頭見到啦，同樣成條石化大道都係車龍馬水啦。咁前面嘅左手邊嘅話呢，就係我哋嘅錦繡一號。成個錦繡一號嘅話呢，入住範圍稍微嚟講呢，對於龍崗城對比嚟講呢，頭先嗰邊稍微就弱少少嘅，但係都要去到差唔多有5成左右到甚至近6成咁樣啦。因為呢一個錦繡一號呢，佢唔算話好似龍崗城咁大嘅規模，但係呢個社區嘅品質係相當於比較高嘅因為呢一個外牆又好啦，佢成個樓盤嘅住宅嘅品質都好啦，都係會比龍崗城嗰邊會高一啲。只不過龍崗城嘅呢個配套會更加多，因為德州城同埋錦繡一號呢邊嘅話呢，反而就得一個保麗廣場。但係同樣呢，都係因為佢係同坪山挨埋一齊，所以住喺呢一邊嘅深圳人都係比較多嘅。鏡頭見到嘅呢一邊就係南邊罩嘅呢個社區啦。呢個社區呢，有部分係回遷樓啦，同樣都有部分係已經賣咗俾外面嘅人嘅。所以呢，佢嘅入住範圍都可以講緊有去到6成左右啦。鏡頭再轉到嚟嘅呢一邊呢，就屬於係德州城嘅呢一邊啦。成個德州城嘅話呢，佢嘅入住範圍參照於龍崗城啦，大家可能爭唔到幾多。但係嘅話呢，德州城嘅話呢個盤同樣都係講緊冇龍崗城咁大。兼且嘅話呢，我個人認為德州城嘅呢一個品質雖然講緊阿紅自己都係住呢個社區嘅，但係對比於龍崗城嘅話呢，可能呢一邊嘅樓盤嘅密度呢就會更加密一啲啦。
OK，可能大家從呢個鏡頭見到呢，每一棟樓嘅話呢，都係講緊每一層都係開住2盞燈嘅，或者係3盞啊。呢個時間呢，講緊紅都講緊嘅係7點鐘左右，多數嘅人呢都係喺廳嗰度，所以呢房間嗰度呢全部都係未開燈嘅。佢呢邊嘅呢一個夜景啊，大家唔使要睇嗰個房間有冇開燈嘅，你睇個露台呢，有燈嗰個位置呢，就係露台嘅啦。大家呢個時間6點幾鐘、7點鐘返到屋企，應該都係喺廳嗰度，要麼就食飯啦，要麼就喺度睇下電視啦，就都係喺廳嗰度活動嘅啦。所以呢，唔會話成層樓所有嘅窗嘅地方都會開咗燈，都會集中喺呢一個露台嗰度有燈嘅。OK， 基本上嚇。德州城又好，呢一邊嘅其他嘅樓盤都好，都係以呢個2梯4火或者係2梯5火6火左右為分佈嘅。所以呢，每一層第一鏡頭見到呢，有2-3盞燈開住嘅呢，基本上都係已經係講緊個入住率可以去到6-7成嘅啦。所以大家鏡頭見到啦，龍海一路又好，包括我哋而家鏡頭見到嘅呢一邊都係屬於林森嘅愛琴海啦，往遠少少嘅呢一個錦地繁花啦。都係比較高入住嘅。OK， 咁啊鏡頭嚟到嘅呢一邊呢，屬於2線林森嘅呢一個雀悅東部蔚藍海岸嘅呢一邊。鏡頭見到嘅呢一條河兩邊係有燈嘅嚇，已經係打造成一個咁樣嘅河邊公園，大家晚時刻係可以嚟散步嘅。然之後而家航拍見到嘅呢一個呢，就係雀悅東部蔚藍海岸嘅夜景航拍啦。6期啱交樓呢個入住率呢就唔算話好高嘅，甚至有幾棟呢仲未交樓所以嘅話呢，大家鏡頭見到成個雀悅東部蔚藍海岸之前1、2、3、4、5、7、8都係非常之高嘅入住嘅，兼且嗱鏡頭見到嘅成個樓盤目前東部蔚藍海岸嘅入住率7成到8成左右啦，係差唔多有嘅。睇個別嘅期數啦，有啲期數可能就冇，大概就5、6成。但係整體成個東部蔚藍海岸屬為2線林森嘅一個比較熱門嘅社區下，呢個樓盤而家係冇新樓賣㗎啦。但係鏡頭都見得到啦，呢個樓盤嘅入住氛圍真係非常之高。7點幾鐘嘅呢一個時間，基本上大家都係從深圳返咗嚟屋企啦，或者係話已經係喺屋企煮緊飯啦，所以就可以更加透明或者更加真實咁樣反映到成個大亞灣呢一個片區嘅一個入住氛圍啦。咁同樣都係有從呢個無人機啦，將呢個航拍從雀悅東部蔚藍海岸一直係飛到過對面嘅嗰個珠江四季悅城嘅。因為珠江四季悅城呢，佢前面大家鏡頭見到嗎？有啲矮矮地嘅嗰啲係別墅嚟嘅，佢係分2部分㗎，由呢條高鐵線路切開咗。然之後嘅話呢，往南嘅呢一邊呢，就成片都係別墅為主，往北嘅嗰邊呢，就係呢個洋樓㗎啦。咁成個珠江四季悅城佢嘅別墅入住氛圍啦，大家鏡頭見到嘅，其實都係講緊有去到6-7成㗎啦。所以成個大亞灣嘅呢一個入住包括人口都係非常之多㗎啦而家。但係講翻多數都係以深圳人為主嘅，包括而家多多少少都可能有部分我哋香港嘅街坊都會搬過嚟呢邊度假養老都係有嘅。嚟到呢一邊北區嘅呢邊住宅，成個珠江四季悅城雖然講緊呢個社區係俾高鐵穿過，但係同樣佢嘅入住氛圍都係講緊比較高嘅，唔算話好低。當然啦，你話大亞灣有冇比較低嘅入住氛圍嘅區域呢？應該有可能你話係澳頭啦，甚至你話霞涌啦，甚至話十里銀灘嗰邊啦，個入住氛圍呢，可能啦週日週末呢就會比較高啲嘅。但係嘅話呢，可能閒日嘅話呢，就冇咩人住嘅嗰邊。但係嚟到林森或者係大亞灣嘅西區中心區呢幾個區域，個入住氛圍都係非常之高嘅。大家都唔使話擔心住喺呢邊真係冇人係。OK， 咁同樣嘅講翻啦。珠江四季悅城嘅話呢，都係近河邊嘅一個社區大家鏡頭見到嘅佢門口嘅嗰條路呢，路邊就係一條平山河。喺呢個時候就啱啱有條高鐵從呢度經過噶啦。OK， 咁睇完頭先2線林森嘅呢一個雀悅東部蔚藍海岸同埋珠江四季悅城，鏡頭而家嚟到嘅話呢，就係呢一個自在城呢個啦。自在城嘅話呢，近期都係比較多香港人去了解同埋關注嘅呢個社區。當然啦，呢個樓盤阿鴻本身個人認為呢，佢嘅品質係唔會好差嘅，因為講緊佢嘅3期係由呢一個國企華發嚟打造嘅。華發喺珠海、澳門珠海嘅嗰邊，佢嘅口碑係非常之好嘅。但係今次嚟到呢一邊，阿鴻覺得佢做嘅3期嘅交標特別係裝修嘅呢一個品質
真係差到離譜。大家可能未知嘅情況，可能可以睇一睇。不過嘅話呢個係睇個人而異啦。可能有啲人認為8、9千蚊，想要話好高嘅品質，大家都唔會話去奢搶。但係我個人認為，你作為國企，你做出咁樣嘅品質，我個人係唔收貨嘅。兼且嘅話呢，我有幾個業主同樣啦，呢段時間收樓啦，包括10月份開始收樓嗰陣時呢，都有同物業反映過。兼且阿雄本身收樓都有做過驗樓報告嘅，成個驗樓報告出嚟之後，到而家成個幾月啦，都仲未執收翻。所以可以睇得出呢個金地嘅物業同埋華發嘅呢個做事方式，真係令人嘆為可止。相信近期要了解呢個自在城社區嘅呢一啲業主，大家可以認真咁樣度一度，係咪真係啱自己樓盤嘅呢一個大嘅環境嚟睇下，包括佢裡面嘅園林啦，都係做得靚嘅。但係呢一個交樓標準，我個人係唔收貨嘅嚇。同樣啦，從呢一個航拍視頻，阿雄都冇講到嘅，佢嘅入住氛圍唔算好高。而家鏡頭見到嘅3期係啱啱交樓冇幾耐，所以嘅話呢，佢嘅入住呢就好低嘅，基本上1、2戶啦。大家鏡頭見到有燈嘅嗰部分唔係入住嚟嘅嚇，係個電梯位嚟嘅啊，係電梯位，唔係入住嘅露台嗰啲燈光。然之後鏡頭頭先售過嚟嘅1期同埋2期，大概嘅入住氛圍講緊嚇，去到5成左右啊，唔算好高噶。對比於頭先嘅自在嗰個卓越東部蔚藍海岸同埋呢個4季悅城嚟睇嘅話呢，咁自在城呢個社區嘅入住氛圍就真係低好多嘅。好就好在佢舊年就開通咗嗰個學校，所以呢就有多少嘅深圳人就搬咗過嚟帶住屋企人，因為就小朋友讀書啊嘛。所以呢，就令佢嘅入住率呢，稍微對於舊年嚟講呢，就梗係高咗1成左右啦。舊年阿雄記得有試過夜景去航拍嘅，睇到佢嘅入住率大概就3成左右到4成唔到。咁嚟到今年嘅呢個時候嚟睇嘅話呢，有去到接近差唔多5成咁樣嘅一個入住嘅啦。其實都係稍微有進步嘅啊。同樣啦，成個二線林森嘅話呢，除咗呢個自在城比較多我哋香港人關注阿雄啦，頭先都諗咗一下，其實朗詩應該都係比較多我哋香港人關注嘅一個社區，所以呢，接落嚟呢個航拍呢都會飛到去德州朗詩嗰邊俾大家睇一睇，因為講緊啦，德州朗詩從交樓7月份到今時今日嘅11月，都接近差唔多去到4個零月啦。咁有多數嘅業主應該都喺度裝修緊，甚至有部分嘅業主應該都係裝修好噶啦，所以咧，雄咧就將個航拍啦就飛到呢一邊俾大家睇一睇。OK， 嗱，鏡頭放大嘅呢一個有燈嘅呢一個就係朗詩啦，德州朗詩綠園啦，同樣啦呢個社區前面有燈嘅呢幾座啦，就暫時仲未交樓嘅。然之後隔離有幾棟嘅話咧係冇燈嘅，即係冇燈帶嘅，稍微比較暗啲嘅嗰幾棟咧就係呢個5號樓、6號樓、7號樓嗰3棟就已經係交咗樓噶啦。咁啊，交樓嗰部分咧，阿雄咧係飛咗航拍之後係睇得到嘅話咧，係大概有1、2成左右嘅入住啦，唔多嚇。因為講緊呢個社區交樓到而家差唔多3個零月，你裝修下，再準備一下，再買啲家私佈置落去，就差唔多有部分會做得快啲嘅話咧，就會搬得比較快。可能呢個社區有部分嘅業主裝修緊嘅比較多啦，但係嘅話咧入住就稍為真係比較少啲。OK。咁嗱都可以睇到啦，其實咧成個大亞灣嘅呢一個燈火啊，非常之聰明嘅，包括每一條馬路啦、主幹道啦，啲路燈又好，車流量都好，都係反而唔似好似我哋嘅以往阿雄覺得成個大亞灣冇人啦、冇燈啦、暗啦咁嘅感覺。今期就唔會啊，今期咁嗱嚟到呢一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嘅呢一個大亞灣嘅比亞迪商圈，成個比亞迪商圈咧就以呢種步行街為主嘅。一開始大家就見到啦，雄飛嘅航拍呢一個位置，成條步行街咧就係比較長嘅，一直延伸到嗰邊過去，差唔多有接近3公里咁長嘅一條步行街。咁嗱，門口嘅呢一條咧都係講緊係龍海3路，一直往西嘅呢邊過去，去到深圳嘅啦。不過講翻下比亞迪商圈嘅話咧，佢呢邊嘅入住氛圍咧，稍微就對比頭先嘅2線林森啦，包括1線林森啦嚟講，佢嘅商品樓嘅入住氛圍咧就冇去到咁高，但係呢一邊嘅呢一個農民屋係稍微比較多嘅，所以咧佢農民屋嘅入住氛圍咧就稍微真係好高嗰種。OK， 咁啊同樣啦，雄啦都係將個航拍啦就飛到差唔多200米左右嘅高度望落嚟，所以咧大家會見到啲燈咧係比較細盞啲嘅。OK， 咁啊同樣啦，見到嘅呢一邊就係成個比亞迪比較集中嘅呢個區域。
包括啦呢個東星咁嘅廣場啦、京華咁嘅廣場啦、四紀城咁嘅廣場啦，全部都係集中喺呢一片嘅啦。個入住率去到50%左緊唔算話好低，但係都唔算話好高嗰種，都有可能係阿紅而家飛航拍嘅呢個時間，可能有部分嘅呢一個居住人群仲未翻到屋企。咁啦，鏡頭拉到呢一邊轉過嚟嘅呢一個位置啦，鏡頭見到嘅就係呢個比亞迪嘅一個產業園啦，全部都係矮矮地嘅一片產業。鏡頭見到都仲有好多喺度加緊班嘅，仲未落班嘅，見到嗎？好多啲廠房車間啦，即係產業園裏面嘅都係着咗燈嘅，證明咧成個比亞迪都係生意好好啦，大家都係比較認真咁樣做嘢。咁啊，同樣啦，因為喺大陸經常呢啲產業園咧係有夜班嘅。然之後喺到呢邊嘅話，都會放大個鏡俾大家睇一睇龍源華府，因為呢個樓盤係無批交付嘅，所以咧入住率大概去到30%左右，去到40%唔到OK， 咁睇完比亞迪商圈啦，阿紅咧就會將個鏡咧再轉到我哋嘅吳越廣場呢一邊。吳越廣場咧作為大亞灣最大嘅一個商業圈啦，佢係比萬達仲要大嘅，所以嘅話咧呢一邊嘅話咧都有好多我哋港人會去關注嘅呢個片區。不過成個吳越廣場嘅話，而家新樓賣緊嘅可能得大愛城啦、成恩印象啦，同埋後面有一啲細細地嘅樓盤叫咩雲水佳苑之類嘅，都係可能3-4棟嘅樓。OK， 所以嘅話咧呢個片區嘅話咧，目前可以揀到嘅樓盤唔多，同埋吳越廣場隔離仲有一個九裕府嘅係大平層，不過都係唔係話貨量好多噶啦。咁同樣啦，話題講翻我哋嘅入住率啦，成個吳越廣場片區鏡頭見到嘅呢一邊。吳越廣場對面嘅呢一個成恩印象啦，對面嘅公園上城啦，入住率係差唔多去到60%左右，甚至有部分可以去到話70%啦。特別係而家鏡頭見到嘅呢一邊，屬於公園上城嘅呢個社區個入住率都 OK 嘅。然之後再往遠望過去嗰邊呢，就係中心區啦。今期因為時間關係啦，阿紅咧係冇開車到呢一個中心區嗰邊嘅。大家想了解嗰邊嘅話，都可以入線諮詢翻阿紅，有時間咧都會幫大家去飛一飛嘅嚇。咁同樣因為喺吳越廣場呢一邊咧，阿紅咧係可以望得到去到星河丹堤嗰邊片區嘅一個入住氛圍嘅。所以今期阿紅同樣咧都有將個視頻同埋個航拍啦係轉過嚟俾大家去睇到。包括從吳越廣場一直上往呢一個星河丹堤呢邊過去望過去嘅一個入住率嘅感覺。OK， 咁同樣啦，而家鏡頭見到嘅仲係我哋嘅成恩印象同埋公園上城嘅呢一邊嘅入住率5-6成左右係絕對有嘅。同樣講緊呢一邊住嘅可能就係深圳同埋部分大亞灣嘅人群啦。鏡頭轉到嘅呢一邊呢，就屬於我哋吳越廣場嘅呢個北面嘅呢一邊，反而吳越廣場佢樓上嘅呢一個燦邦新天地嘅呢個社區嘅入住率就真係好低嘅，大概去到4-5成左右啦。阿紅都唔理解點解呢個社區商場上蓋佢嘅入住率反而冇對面嘅呢一個公園上城咁高，可能多數因為之前買嘅係毛坯，佢唔似公園上城啦，同埋成恩印象呢啲大裝修嘅社區。然之後再拉高個鏡頭見到嘅呢一邊呢，就係成個吳越廣場往上嘅海味花園啦，係比亞喺呢個大亞灣嘅石化區嘅呢一個福利房嚟嘅。佢呢一個樓盤呢，就入住呢都係比較高嘅，包括隔離嘅菩提園啦等等之類嘅呢啲社區，都係講緊入住呢都去到70%左右噶啦。然之後再往遠嘅山嘅嗰邊遠少少嗰部分就係星河丹堤啦。成個星河丹堤咁遠，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啦。其實個入住氛圍咧都可以講緊去到7-8成啦。阿紅咧都有將個鏡拉近咗俾大家睇下嘅。丹堤嘅入住率講真對比成個片區嚟講咧，佢嘅入住率可能講係可以匹配龍崗城嗰邊嘅。兼且星河丹堤啦，自成一城咁樣嘅一個片區，所以咧呢一個位置其實成個星河丹堤，我個人認為咧入住氛圍都 OK 嘅。只不過咧而家賣緊嘅 T 區，反而我認為嘅品質同埋個質量冇之前咁高咁同樣啦，鏡頭再嚟翻呢一邊，大家鏡頭見到啦。OK， 咁接落嚟我哋睇到嘅就係大亞灣最熱鬧嘅一個片區，萬達廣場同埋益田翡翠山假日廣場嘅呢一邊。咁從我哋嘅航拍上面可以見得到啦，成個萬達片區其實佢嘅入住氛圍咧唔算話好高，因為呢個時候應該都係講緊6點幾鐘可能仲有部分嘅人仲未返到屋企但係嘅話咧，覺得鏡頭見到嘅佢嘅
呢一個片區嘅呢個路燈啊、車流量啊，同埋成個片區嘅一個環境啊，從我哋航拍上面見得到啦。入住嘅呢一個氛圍去到6-7成左右啊，對比於頭先嘅呢一個星河丹堤嗰邊嘅話咧，或者龍崗城咧，我反而覺得嗰邊嘅入住率會更加高喎。呢個唔知係我個人嘅原因啊，定係真係由呢一個航拍反映出嚟嘅。嗱，將個鏡頭轉到去翡翠山嘅呢一邊咧，反而翡翠山嘅呢一邊咧就更加有氛圍啦。成個翡翠山嘅酒店同埋公寓咧係做咗好多嗰啲外牆燈帶嘅，俾人感覺到呢一個社區就即係非常之有呢一個科技感啦。兼且阿紅咧飛咗過去嗰邊，都係感受得到翡翠山呢個大社區同埋後面嗰一排嘅星河丹堤咧，呢兩個社區從呢個航拍見到啊，係自成一城咁樣嘅感覺啊！俾人哋感覺到非常之熱鬧繁華同埋高科技同埋先進，兼且從呢一個望出去嘅話咧，可以有呢種深圳嘅感覺咯。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從視頻會感受到？阿紅咧頭先航拍嗰陣時咧，係真係有震撼到嘅，包括呢一個翡翠山嘅呢啲燈光啊，俾阿紅感覺到真係有深圳嘅嗰種感覺嘅，一啲都唔會同大家所講，或者有部分之前同阿紅留言所講到嘅大亞灣啊係鬼城啊冇人啊點點嘅。從今期嘅呢一個航拍下幾個片區啦，都係同大家飛咗航拍，可以真實咁感受到比亞迪或者係大亞灣呢一邊係咪真係鬼城嘅？咁嗱，見仁見智啦。反正阿紅咧就拍出嚟嘅呢一個效果，同埋阿紅見到嘅就真係入住得非常之高嘅，完全冇個人所講嘅咩鬼城之類嘅嘢。呢個片區包括成個大亞灣，而家目前作為深圳嘅後花園，甚至我哋港人北上去選擇嘅一個退休養老嘅片區，我個人覺得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嗱，樓價平啦，配套齊全啦，交通又方便啦，咁樣咁難得嘅一個咁樣大亞灣嘅或者係惠陽咁樣嘅一個片區，大家考慮呢邊買樓，我覺得係非常之正常嘅。但係同樣咧，樓盤非常之多，阿紅咧每次有時間咧都一定會同大家去做足功課，去同大家去推介一啲盤嘅，邊啲樓盤可以買，邊啲樓盤可以等一等，然之後邊個片區靚仔啲。咁嗱，同樣每個人嘅需求唔一樣嚇，阿紅咧都係站在於自己嘅一個角度嚟講解嘅，可能有部分嘅觀眾會比較啱，可能有部分嘅觀眾覺得唔啱，咁啊呢個見仁見智啦。嗱，同樣啦，大家如果有任何嘅唔明白或者唔清楚，或者係想了解嘅，都可以入線諮詢翻嘅嚇，包括從呢條夜景航拍上面，大家有邊啲睇得唔清楚嘅，或者可能冇航拍到大家自己買嘅嗰個社區，大家都可以留言翻俾阿紅睇到第一時間都會覆翻大家啦。OK，咁同樣啦，今期阿紅嘅呢個分享就到呢度啦。大家如果係覺得有用嘅，不妨幫阿紅點個讚喎，記得訂閱關注翻啊。咁今期阿紅嘅呢個分享到呢度為止啦，我哋下期再見咯，拜拜。